內地綜藝節目《一路繁花2》因為集結咗多位影后參與錄製，引起咗唔少關注，當中就包括咗劉嘉玲同埋張柏芝。近日喺節目入面，張柏芝分享咗自己生完小朋友之後嘅生活，劉嘉玲就大爆當年去上海參加活動嗰陣，張柏芝曾經同自己講我要生小朋友，但係嗰陣張柏芝連男朋友都冇。當時呢句話一出，直接驚動全場。不過張柏芝之後真係生咗3個仔。節目入邊，張柏芝笑住回應話：孩子係天使，同有冇男朋友冇關係。張柏芝更加大爆媽媽心痛佢，勸佢唔好再生，但佢就堅持表示話：我同我媽講，我要生到我生唔到為止。我一世嘅夢想就係我要生小朋友，我要做媽媽，我要有自己嘅家庭，我要將自己嘅時間全部放喺家庭，咁我就覺得人生好值得。